加沙走廊自这个月7日达成停火第一阶段协议，高达才18日尔。以色列就指控哈马斯违反协议，第二波轰炸加沙走廊，至少造成33人死亡。以色列嘛真不满讲哈马斯行因的人质骨骸，拢唔是名单顶头的人哦。哈马斯是强调讲，因拢有遵守停火协议，嘛无主动发动攻击。救护车赶紧驶入去汉阳尼斯垃圾病院，不过车顶的人已经救袂倒来。以色列二被发动空袭，真侪所在拢通报有重大伤亡的事件。加沙市的救援人员赶紧把家己的庄仔角下底的民众救出来。نقرأ أخبار تهديدات نتنياهو تنفيذ هجمات على غزة وإحنا بنقرأ في الأخبار صارت الضربة في بيتنا نزل السقف علينا 这个以色列大规模攻击的原因是哈马斯行动来的人质遗体，并不是目前失踪13个人质内底的其中一位，是进前以色列军方找到的去互绑票杀害27岁扎法提部分的遗体。以色列认为是明确违反对加沙停火的协议。总理纳坦雅胡遂下令攻击。 Hamas dug a hole in the ground yesterday, placed the partial remains of Ophir inside of it, covered it back up with dirt, and handed it over to the Red Cross. The IDF caught the entire sequence of events on a military drone. 有以色列军官讲，哈马斯以 RPG 火箭推进榴弹攻击以色列伫拉法地区的部队，引起以色列的报复。显然哈马斯是否认发动攻击，而且谴责以色列的行动是犯罪式轰炸。 嘛讲，伊也是遵守停火协议，不过嘛因为以色列违规的行为，原底二爸要交另外一个人质的遗体，决定的延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一个委任独立专家表示，以色列军方甲哈马斯停火的协议，先开始就知影可能袂顺利。就算美国副总统范斯坚持讲和平协议还在进行当中，不过这个攻击的事件，等于是对总统川普敲切的停火协议上新的考验。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